小鱼，干嘛呢？哦，我今天晚上准备睡在这儿，我想自己在水里待会儿。是啊，在水里就能舒服很多。我陪你一会儿。不用，你先去睡吧。就算失忆也不能接受我吗？这是比赛还是杂技表演呢？太厉害了！哎，赵良，你有信心吗？团队比赛不仅仅靠的是跳水，还有表演、团队协作和动作创意，全部都涵盖在打分体系里面。我们有把握吗？有把握啊！要说团队默契的话，我们英兰也不差。再说了，如果我们一起组队的话，说不定有可能杀出重围呢。可是团队人数也是个问题啊。腾空之约委员组要求至少6名选手组成一队，现在只有你、我、唐少、荣仔，我们还差2个人呢。哎，这不还没算上你的智雅吗？谁的智雅？我跟他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她是英兰最强的选手，在腾空之约的女选手里也是数1数2的，强强联手，通过比赛才是正事。你就出卖一下色相，就当是为了我们整个 team 吧。哎，好，智雅我来搞定。那这样的话，还是少一个人呢。小鱼，你们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跳水啊！我们团队比赛就差你一个啦。这哪有水啊？再说了，我会跳水吗？这些都是跳水训练的基础设备。你失忆了不要紧，就怕呀你连技巧都忘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一点点帮你想起来。试试看。试试看。加油！加油！原来我真的会跳水，我要跟唐少、荣仔他们一起参加腾空之约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……你干嘛这么不高兴啊？在失忆之前，我也是英兰跳水队的队员，也参加了腾空之约，继续参加比赛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小鱼，你不知道你失忆之后身体变得有多差。可是我听说参加腾空之约是每个跳水运动员的梦想，虽然以前的事情我很多都想不起来了，可是我越来越确定跳水对我来说很重要。
你以前不是也进过决赛吗？我？是啊，我当时也和你一样，把跳水当作梦想。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过去的一切都不重要。好苦哦。切块糖。咖啡加糖好难喝。加糖，尝一下。怎么样，味道？这个味道好特别，对吧？有一种家的味道。凌空，凌空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你快别喝了，我们要打烊了。就算他是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动不动就失忆。死丫头！又是一个为了小鱼要死要活的男人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呀。我好像听到什么男人。我有方法啦。什么方法？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要唤醒他被淹没记忆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重复过去，重复那些最幸福的时刻。可是他是鱼。你管他是人是鱼呢？这招肯定管用。我们现在要想的就是什么才是小鱼最幸福、最重要的时刻呢？有了，我知道了，那一定和我们霓虹酒吧有关。不对啊，他重要的记忆不是我吗？我这就去和我们老板说说，让他一定竭尽全力帮你，剩下的就靠你啦，加油！你们最近都在干什么？跳的一点默契都没有。以你们现在这种状态，怎么参加腾空之约？尤其是你凌空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动作做不下来，你给我通宵练习。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嫌我们没有默契，我还嫌他没有创意呢。他怎么不想想他设计的动作有多老套，光有难度没有创意，就会傻跳，一点高级艺术感都没有。我觉得这次凌空说的对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，我们拿什么跟别人竞争啊？是吧？听说这次其他队都设计了表演主题，要不然我们也考虑一个方案吧。我有一个主意。学校不是在进行话剧展演吗？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排一出话剧，既能参考表演主题，又能促进我们大家的默契。凌空，你说好不好？我同意。我们英兰学院的特色就是多才多艺，我们要在比赛里发挥出我们的优势。
既然我和凌空担任男女主角的提议，大家没有意见，那我来安排一下话剧的内容。白雪公主，那谁演白雪公主啊？难不成我们演7个小矮人吗？既然我们是跳水队，不如就制定跟跳水有关的主题吧。我看行。没错没错。如果非要讲童话故事的话，我觉得美人鱼更适合我们跳水队。人鱼。我们还可以找霓虹酒吧的老板借服装和道具，毕竟他那儿之前就有过人鱼表演。小鱼，你还记得吗？对啊，小鱼，你还记不记得了？你说的对，只不过当时的我不敢相信。我用我最动听的声音去换取了这双人类的腿，尽管我再也回不到大海，尽管我每走一步都像走在刀刃上，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我能看到他。等等，这里说的不对，人鱼早就进化的跟人类一样，不需要用声音交换双腿了。你是不是存心捣乱啊？演你的水草，别说话。小鱼说的没有错啊，我们排练就是为了给团体赛找灵感，所以啊，不用一定按照原著来，适当的改编和创意呢都是可以的。你这样，我们换一种方式再来演一遍。咦，这里怎么有一个如此漂亮的女孩？美女，加个微信吧，摇一摇还是扫一扫？哦，原来你不会说话，没关系，跟朕回宫，走。陛下，这个女孩来路不明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往宫里带呢？也对。小鱼，你别发呆啊！你是水草，你要动。哦，你把美人鱼的话剧台词都改成现在的话了，是为了唤起小鱼刚来咱们凌家时的记忆吧？我相信她早晚会想起来的。哎，快快来搬东西了，搬东西了！来干活。快点儿，磨磨蹭蹭的。这个，给你。搭把手。哎呀，这我拿不动吧？给我。这给你，这给你。谢谢你啊，庞老板。我听说小鱼又失忆了，我先进去了。就这脑子，学习能好吗？所以还得多麻烦你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兄弟，记着哥一句话：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切都会更好。啊，借哥吉言。不用客气，有什么事儿跟我打电话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
真好看，就像我第一次见你那样。你疯了！每一次看到你，全世界的声音仿佛都藏了起来，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。还记得这封信吗？有时候我真想忘了你，只记得这个世界。然而我常常忘了整个世界，却唯独记得你的样子。好恶心啊！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你该不是写给陈天的吧？什么呀？这么长，你背得下来吗？我这为你准备的，我不认识字，还特意让荣仔帮我准备了1个晚上呢。帮我？对啊，就是在情书大全上找的。你就这么对智雅说，她肯定会很高兴的。还好没寄出去，不然我丢脸丢大了。我已经寄出去了，这是备份的。是你帮我写的？凌空，这不是你当时写给我的情书吗？哎，糟了，忘了。我承认，这封情书确实是小鱼帮我写的。无耻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让我帮你写情书去追别的女生啊？这件事情听起来的确挺无耻的。我。林大少爷这也有被怼的时候啊。邱小琪，同学们今天排练都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接着训练。林大少爷，走了。林大少爷，多久没听过这句话了？老林，你先说。去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回家。耶，我们3个就像复印机一样，刷刷刷。原来拍话剧真的有用啊！啊，耶！你看到我们的动作了吗？怎么样？你最近的进步大了不是一点点。那通过腾空之约团体挑战赛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既然跳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那话剧我们就不要参加了吧？反正也不差你一个。为什么？我是担心排练话剧太耗费你的体力。可是话剧排练会让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啊。那是我的过去，你并不完全知道。我必须自己去找回自己。而且，我觉得人类并不像你说的都是坏人，所以我想要自己去判断。你不相信我？
今天就是话剧正式演出了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某位土豪给大家准备了咖啡和蛋糕，大家演出之前先垫一垫，结束以后还有一顿好的。哇塞，林大少爷咸鱼翻身果然是大出血啊！哎，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宰他一顿，好不好？怎么就咸鱼翻身了？那是王子落难记，好不好？哦。凌空，谢谢你。那就不客气了，谢谢林大少爷。林氏特制咖啡，尝一尝吧。特制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加了盐的咖啡。你想起来了？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，大家做好准备。智雅去哪儿了？怎么还没找到？电话也没人接。那怎么办？马上就开始了。你们说，智雅不会是因为受了冷落，故意耍大牌捉弄我们吧？这种事儿她也不止做过一次了，大不了就不用她当女主角了呗。真把自己当明星了。其他演员不在还好说，如果女主角不在的话，我们瞒不过去啊。你们都看我干嘛？数百万年前，当人类第一次遭遇大灾难，有的选择跨越大陆，有的则选择远赴海底，寻求生机，并最终进化成人鱼族。没错，我就是人鱼族的少女小鱼。可是我并不像童话故事里说的那样，并不会为了换取一双人类的腿，去跟女巫交换我最动听的声音。因为我坚信，爱我的人，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，他都依然爱我。不信你们看，王子来了。我要走了。我用魔法清除了他的记忆，好让他能够安心的跟真正的公主在一起。而我就要回到大海里。虽然我可能会变成一团泡沫，可是我并不后悔来到这里，因为在这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爱。王子这里不应该醒来。我知道你抹去了我的记忆，我也知道你想趁我沉睡的时候离开，
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吗？那时候你高高的跳起，越过星空，越过月亮，也跃进了我的心。你的印记，无论什么魔法都没有办法抹去。有时候我真想忘了你，只记得这个世界，但我常常忘了整个世界，却唯独记得你。我愿意为了你放弃整个世界，你愿意为我留下吗？陈教练，你干的好事！你不是说只要我制造失踪的假象，他们就会来找我吗？我弄得自己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他们根本没有，都忘了我。那是因为你平时的为人太差了。你骗人！你不是说我这么做林空会在乎我吗？小雨抢走了我所有的风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只是想要林空而已。林空，你还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只看得见小鱼，看不见我？为什么你的眼里只有小鱼了？这样，在我不足够了解你的时候，你优秀，你漂亮，你在大家心目中是个女神，所以当时我追求你。但后来我了解了小鱼，她单纯，她善良，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牵动着我的心，所以对不起，我可能爱上小鱼了。对不起。为什么？我要告诉小鱼，陈天这个人有问题。
陈天这个人很危险，我觉得他对小鱼另有目的。小鱼对陈天毫无提防，而且喜于亲近，似乎陈天对小鱼感情也很深。能有我深吗？除非他和小鱼是同类。晚上我们去他家看看，看看能找到什么线索。陈天现在在跟小鱼吃大餐，里面肯定没有人。走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么大的宅子，里面肯定有很多摄像头。好了，走吧。我早就听小鱼说过陈天家很有钱，但我真没想到这么有钱。装饰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，这里高档而不俗气，说明陈天是个非常有生活品味的人，但是为人低调，并不浮夸。就他追小鱼那些招数，还低调还不浮夸。你别看这些东西不起眼，但是都有些年头了，价值连城。再有钱，他还能有我们林家有钱吗？说不定，他真的比咱爸有钱，是个隐形富豪。这一个花瓶，可以换好几栋这样的房子。他一个跳水教练，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啊？这也是我所疑惑的。这些东西，并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，陈天是怎么得到的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如果陈天要是人鱼的话呢，那这些事情就能解释得清了。他潜到了海底，找到了古老的宝藏，再把它卖掉。这样的话，那小鱼也是白富美了。别闹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如果陈天真的是鱼的话，那他一定跟小鱼一样有定期失忆的毛病。我们必须找到他维持记忆的方法。你那边，我这边。您预定的位置在这里，这边请。请坐。啊，谢谢。这是菜单，您请看。菜单。小鱼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只是感觉好像跟谁来过这里。是吗？我没有带你来过这家餐厅。有可能是装饰相似吧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怎么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啊？凌晨。啊？在哪儿呢？走。哎，小鱼，怎么了？你是哪里不舒服了吗？我送你回家。不是的，我只是总想起一个人。一个人？我也说不清，就是从海边开始，我的脑袋里就经常浮现出一个人影。这段时间话剧演出，这种情况就越来越频繁。我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，可是我知道，他是一个男生，高高的，
手指很漂亮。喂，哎，看什么呢？凌空，那个人是凌空。小鱼，你这有可能是失忆之后的思维错乱。可是过去的记忆总是不受控制的钻到我的脑袋里来。小鱼，忘掉过去不好吗？就像现在一样，每天跟我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，不好吗？可是我想知道过去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没有过去的记忆，我总觉得自己不完整。不会的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对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去趟洗手间。不行，我现在还不能让他知道我的情况。怎么样？这什么？这是陈天的记忆备份数据。他和小玉一样，常常会失忆，但是陈天会定期备份自己的记忆。那我就把他的记忆删除掉，让他以后别再纠缠小玉。快！我需要药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控制暴力的药物有很强的依赖性，一定要严格控制使用剂量。
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的身份早就暴露了。你说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？等我找到龙珠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小姐，我们这要打烊了，请把费用结一下。我没钱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要这样，我报警了。怎么了？你们是？凌空、凌晨。我结。哦，好的。你没事吧？突然间我看不到你的双眼，被模糊了的视线失去底线，一点点沉沦，一点点凋谢，害怕却又忍不住沦陷，好像失控的天，白雨下的那么缠绵，繁星照亮了水面，闪烁着惊人的一念，好像失控的眼，彻底丢掉了水面。你究竟是谁？就算在海的对面，也戒不掉。你不记得我没有关系，只要我还记得你，我就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想起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。以为能掌控每一个时间点，以为理性可以操作感觉，以为感情都是差不多的情节。关于他的记忆都是真的吗？为什么和陈天告诉我的不一样？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不用那么纠结，也不用那么快想起过去的事情。反正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直到你明白我对你的感情。凌空，小鱼姐姐，你们俩在这儿干嘛呢？带他回以前比赛的地方，希望他能恢复记忆。那效果怎么样？有没有想起什么事啊？我只是能断断续续的想起一些片段来。哦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说这种吧，一天想起一点点，早晚全都想起来了。走吧，跟我回宿舍吧。这几天你不在，我都快无聊死了。可是，是陈天打来的。喂，陈天。喂，小鱼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跟唐少和荣仔在一起呢。我没事了，去接你回家吧。不用了。我是说，今天晚上训练的太晚了，我明天一大早还要训练呢。我就先跟唐少一起回宿舍吧。你放心吧。陈教练，小鱼在我这儿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们那边还有谁啊？我们那边还有，就我一个人。那我们回宿舍了，你放心吧。走。那先不说了。今天你也不太舒服，早点休息吧。龙仔啊，身为一个男子汉，是不是应该跟我一起护送女生回宿舍？保证完成任务。
走啦，快点儿！倒是快点儿啊！哎，小鱼，刚才你和凌空在跳水馆情景重现，你有没有想起什么呀？肯定是凌空干的。你以为让我失忆就能趁机夺走小鱼吗？就跟以前一样，一起起床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训练，感觉超好，特别好。唐少，我们一会儿去吃冰淇淋吧。好啊。小鱼，唐少，你先去吧，我有话跟小鱼说。我先走啦。昨天你突然从餐厅离开了，是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是凌空把我引开的，他把我引开，就是为了接近你。凌空？他带你去哪儿了？你们都干什么了？是，我昨天确实见过凌空，不过他并没有对我做什么事情，是我自己想起了很多。你想起什么了？我也没有想起太多，可是有很多事情和你之前告诉我的不一样。你不要被凌空骗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现在不知道谁说的才是真的。总之，在我恢复记忆之前，我想自己先冷静一下。对不起。在这种高速的镜头下都能达到统一的标准，这次获胜的把握很大。真的，我还怕会给大家拖后腿呢。瞎说什么呢？我们小鱼一直很棒的。凌空，陈教练找你。我换完衣服就过去。嗯。你找我干嘛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过我家？你有证据吗？去没去过，你自己很清楚。有证据再说话，别冤枉人。我去你家干嘛？你这副样子，根本帮不了小鱼，只会让她变得更糟糕。你能帮？你能帮他灌输错误的记忆，让他排斥我、讨厌我，甚至忘记我。我没有干扰他的记忆，我只是想在他失忆的这段时间里，尽力的去保护他。保护他那是我的事情，谁知道你有什么阴谋诡计？我知道你喜欢小鱼，可是你今天喜欢智雅，明天喜欢小鱼。像你这种在感情上一点长性都没有的小男孩，能保护得了小鱼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长性啊？我喜欢谁我自己很清楚，我保护得了保护不了是我的事情，不用你操心。你一直在质问我，为什么让小鱼排斥你？你知道吗？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，只有那么一丁点对小鱼的好感。小鱼的身份，你知道，我也知道。她现在在人间的路很辛苦，以后会更辛苦。你觉得咱们两个人谁更有能力保护得好小鱼？
这个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为什么从每个人嘴里说出来的都不一样？这个世界有很多面，每一面都不一样。这个世界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不堪，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美好，对不对？小鱼，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感觉？你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我的敌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只希望每天能陪在你身边，尽我最大的努力守护你就好了。走吧。你带我去哪儿啊？看你最近总是活在回忆里，挺累的，找个地方让你开心一下。虽然很多以前的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，可是有一点我很确定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安心。这就够了。小鱼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白天是我态度不好，跟我回家吧。陈天说的对，跟他在一起，至少你是安全的。回去吧，我也要回家了。明天上课别迟到。我不明白凌空跟你说了些什么。之前我们两个人明明不是这样的。跟凌空没关系，是我自己。想起的事情越多，就觉得跟你越陌生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在人类世界，只有我和你是同类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的心总是在告诉我，现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不会伤害你。我去上学了，
今天还有课。智雅，你过来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假惺惺！你帮助我恢复记忆，我们还一起参加团体跳水，我当然会关心你了。我把你引过来，就是让你知难而退，别缠着凌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讨厌你。凭什么？我哪里都比你优秀，却处处输给你。跳水是这样，凌空也是这样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比，我是真的把你当朋友的。我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。装什么水？你在里面好好想想吧。我担心他干什么？等工作人员上班就会发现他，被关一下又会怎么样？哼！智雅，智雅，你快让我出去啊！智雅！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下课。哥，我好饿啊！我给小玉打了一天电话，她都没接，学校她也没来。不会是陈天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吧？早上有人看到小玉来学校了，不过说是跟智雅在一块儿。智雅，小鱼呢？你是不是对她做了什么？没有。她在哪儿？机房。谁让你把她关机房的？被关一下又怎么样？又不会有危险。如果她有什么危险的话，你也别想活！小鱼，快帮我打开！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谁是小鱼？小鱼，小鱼。
你不会有事的。开门！啊，快！你不会有事的，小鱼。医生，现在怎么样？医生，脉搏微弱，心率下降。准备电击。好。小鱼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一直守护着你，你就不会出事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什么叫尽力？你是医生，你要救人啊！冷静，保持冷静。小鱼，小鱼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哥，小鱼，我有办法救你，镇住！突然间，我看不到你的双眼，被模糊了的视线失去底线，一点点沉沦，一点点凋谢，害怕却又忍不住沦陷，好像失控的天，白雨下的那么缠绵，繁星照亮了水面，闪烁着惊人的依恋，好像失控的眼，彻底丢掉了水面。你看我干什么？就算在海的对面，也戒不掉成瘾的思念。活着真好。那你说的话算数吗？算数，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欺负你了。我会为了你去做一切事情，虽然现在我的钱都是我爸的，我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我为了你，我愿意努力去学习，努力不浪费光阴。我保证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发生这种事情，有任何危险。你是说，双人跳水比赛那天，你在跳板上对我说的话？有一句话，我本想等到比赛结束的时候再跟你说，但我现在觉得，这个比赛赢不赢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你才最重要。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傻瓜，我回来了。小鱼和凌空到底去哪里了？比赛都快要开始了。小鱼和凌空呢？小鱼他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同学们，我回来了。小鱼，你没事了？嗯。我说过，我一定不会让小鱼死的。你们这弄的哪一出啊？怎么生生死死的？干嘛？腾空之约团体赛第一组请评委打分，第二组请到等候区等候。快走快走快走，比赛开始了！开始了，快走吧。以上就是团体赛第一组的最终评分，马上就要到第二组比赛，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。
虽然他并不在乎我是不是人鱼，可是他的臣民们不能容忍一条人鱼成为他们的王后。王子，等你睡醒以后，就不会再记得我。你要和公主好好的生活。每当你看到泡沫的时候，都要记得，那是我在海边祝福你。我知道你要抹去我的记忆，我也知道你想在我沉睡的时候离开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你高高的跃起，越过晴空，越过月亮，也跃进了我的心里。你的印记，无论是什么魔法都无法抹去。如果你要走，请带我一起，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。离得近一点，来笑一下，来，3、2、1，来看看。智雅，你干什么？你是想告我，差点让你丢掉性命，对不对？你去告好了。我知道那不是你的本意，你不知道我会那样，我不怪你。真的？嗯。对不起，小鱼。没关系。小玉对你是不知者不怪，但希望你以后也别太过分了，知道吗？我不是已经说了对不起了吗？我们走吧。凌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保护吗？嗯？小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为了赢得比赛，你和凌空走得很近，我不追究，但是我要你必须跟我承诺，以后你都要跟他保持距离。今天机房的事情我听说了，你知道我们人鱼在人类世界生存有多危险？我一直认为，人类世界才是最危险的，充满了尔虞我诈。但你是人鱼，我们人鱼是真诚善良，不会欺骗的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欺骗我最深的人，竟然是你。小玉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欺骗你？我已经恢复记忆了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。那都是借口。你不是为了我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么多事情？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说你才是我最亲近的人，而凌空是我的仇人呢？我做一切都是为了你。陈教练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只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。你不要再来单独找我，我也不会再去你家。
小玉。每当你走进了我的视线，心跳就像瞬间触电，我的誓言许下万遍，你都在脑海浮现。